顶个小经济带来去婚林的倒落，才有一个真特殊的美食叫炊仔饭。这饭是用炊内面的配料真简单，包括肉臊啦、鸡卵，佮一寡特殊的酱料。伫当地飘香做生意已经超过60年啊，鞋店已经传到第4代啊，真受欢迎。人生内面咧唱白烟，这白饭炊好啊，看起来真普通，其实内面有料哦。把我倒壳甲倒出来，好料拢伫下底面，南瓜酱接落，香讲讲。若到这饭堂的时间，拢爱排队才食会到。这是婚林倒落才有的炊仔饭，咧在地已经超过60档。小时候就有了，就很好吃，很便宜，然后 CP 值很够，然后味道很香，因为现在在外面吃不到这样子的味道。这很棒啊，很特别，别的地方都没有。有没有吃过这种东西？没有第一次。我们在嘉义都吃鸡肉饭。炊仔饭就是用炊，伫碗底先加一肉臊、两丝甲笋干落，顶面才搁铺白饭落，刷来咧才放咧人参内面炊。制作方式就是这尔简单，用简单的配料，当创造出无简单的美味。农业社会时代，迄阵拢用咱拢简单的用猪肉饭做落炊，感觉个年潮个袂歹。另外一间的炊仔饭嘛是肉臊加两丝，头家搁有另外加鱼筋仔加肉臊。特制的卤汁淋上去拌一拌，吃起来其实会比一般卤肉饭更香，而且没有那么油腻。想要食炊仔饭，全台湾就只有伫倒落才食会到，而且有5间店咧卖。其中一间老店已经传到第4代，一代接一代，拢靠着这单纯、又美好的美味炊仔饭，创造出地方的小经济。